恁义人啊，着因为耶和华来欢喜；正直的人着会学乐是合宜。恁着弹琴感谢耶和华，用10条弦的瑟学乐伊，着对伊唱新的歌，弹到真好，声音响亮。吟诗，咱要来吟第2首《圣哉，圣哉，圣哉》，请会众起立吟全首。咱犹原徛咧用4道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罗因府。对死人中高活，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屏，伊要对下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公道的教会，圣道的上通，做赦免，肉体高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这是咱要来启用。启应文第59篇，伫个圣诗的后壁面1109页。现着我来启，恁来印。恁若用喙宣认耶稣是主，深信上帝有予伊对死人中恶活，就会得到救。因为人心信就得到称义，喙宣认就得到救。圣经有安尼记载。信伊的人会得到失望。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，因为有共就伊上帝是万民的主，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叫伊的人。因为所有求叫主的名的人，拢会得救。毋过因若无信伊，哪会求叫伊？都无听到，哪会信伊？
都无人传，哪会听到？都无车牌，哪会传？照圣经所记载，传播福音的人，因的骹脚偌尔水。毋过，毋是所有的人拢顺趁即个福音。以赛亚讲：主啊，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？所以信是对听，听是听基督的话。不过，我要问，因检真正拢袂捌听到？拢明白。圣经安尼记载，伊的声音传遍全地。因的话传到天边海角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你的恩典甲赏赐，看过阮一礼拜来的平安。主啊，你有讲，耶和华的目睭看过敬畏伊的人，甲仰望伊慈爱的人。阿爸父上帝，伫阮的生活当中，虽然难免拄着睿智甲软弱，甚至是感情、是财务，也是身体健康来出状况，侪阮恶担当的问题，阮拢会当来到你的面前，献上阮的祈祷，将阮所拄着的侪困难来交托主。这是真做你囝儿的恩典，嘛愿主祝福伫阮教会当中侪长辈，互因有主的同在。要来成做着家庭的祝福的出口，嘛有主的同在，要来成做着可爱佮古锥的老人。感谢主，伫咧即个中秋的节期，无论是伫外地读册，也是做工课，无法度倒转来到阮团圆的兄弟姊妹，愿主你的祝福犹原看顾，甲因伫地。感谢主，听阮的祈祷，奉耶稣基督圣名。只是我要来报告，伫咱的周报第4页内底，本会消息第1小点，本主日是中会所定的上年的主日，咱敬请兄姐踊跃奉献甲代祷。第2小点，咱本主会特场的礼拜本主日伫本会特场的礼拜要举行10月份的庆生会，安尼要祝福大家寿星健康、长寿、福杯满溢。本会特别用全年的礼券来表达祝贺。第3小点，本主日下晡3点半，要伫咧3楼的会议室召开10月份的中职会，咱敬请咱全体的中职来出席，也是讲同工甲机构首长来列席。第4小点，本会2023年下半年度的装备课程，要伫咧10月第2礼拜的拜2甲拜5要来开始举办。那欢迎咱兄姐伫本主日进前用咱的 QR code 来报名参加。第5小点，本会定伫10月22号的拜日，要来举行2023年的中庸的主日敬老活动。65岁起立的寿星，伫咧第2场的礼拜后，要来参加寿宴，地点伫咱油厂国小边仔的龙湖餐厅。请伫咧10月7日进前来柜台登记甲报名。这是为着要互咱方便咱统计人数吼。那你若是70岁起立的寿星，就是40年厝的吼。本会要递赠红包来祝福。你若是70岁是600块，80岁是1000块，90岁2000块。若是100岁起立的吼是3000块。啊，若是讲70岁起立的名单，伫咱的周报内底第8页甲第9页。假使若是有遗漏的吼，请咱办公室的陈佩芬干事来更正补正安尼吼。那你第6小点伫有订购每日研经释义的兄姐，请到办公室来领取第4柜的册本。那第2点，咱集体的消息吼是哀伤的消息。咱本会王建雄弟兄伫咧9月15号蒙主温调安息主怀，已经伫咧9月28号拜祀迄天伫高雄市立
殡仪馆的咏诗堂已经举行个别礼拜，嘛原主安慰遗族，敬请兄姐为着遗族来代祷。第二小点是咱合作社的消息。因为地下室的改建工程的期间，咱临时的办公室要来设伫个油工育乐园的办公室1楼，若要洽公的社员吼，请留意一下哈。那第三小点是咱真爱林关怀协会，一定伫个10月初5，就是拜四的下早10点到11点，咱要举办快乐银发族的生活讲座，欢迎咱松联的兄弟来参加。你若要参加的吼，爱记即张健保卡。告解消息，咱请欧牧师。兄弟大平安。咱高雄中的青年部要伫10月初4，下早8点到下晡5点半，5点半举行一个祝福西海岸青年祈祷团哦。讲青年祈祷团其实若你愿意参与的，无论你青年少年，拢有咱报名。伊路线是对家庭教会出发，经过咱教会吼，伫咱教会中昼食饭。上尾站是中山教会，这有3个距离啦，有长的、有短的、有中的。按照你家己体力来报名。你若要用中到长，你爱交100块费用。我本人有报名上长的55公里吼，我讲可能爱来练身体。第二就是高雄中的商业部吼，咱伫10月14，伫银行宫举办中央敬老的感恩礼拜，请咱兄弟上年的兄弟欢迎来报名。第三，以斯拉侍奉中心伫10月16到18有举办第7届台东复兴祈祷盛会吼，主题是美好灵性的起造。咱有几来位牧师，咱主任牧师嘛其中一个讲员，欢迎兄弟来报名。阮这组从牧师这组，我3个人，阮就报名要参与这个盛会吼，欢迎兄弟来报名。第四就是咱基督教精神团契高雄区会，要伫11月12有一个募款的餐会，餐券是1桌1万块，个人是张1000块。咱是来爱鼓励咱的兄弟来对敬信团契这时间来支持，因为拢是咧帮赞这受刑人伫监狱内底听到福音。咱主任牧师是主委吼，过去咱这牧会的潘牧师，伊即马是敬信团契自家的主任牧师吼。咱三家为着这时间来支持，多谢。圣经的话语。今仔所要读的是《歌罗西書》第3章，《歌罗西書》第3章，今仔要讀第1節到第15節。第1節，所以恁若捌甲基督同過我，藉着求佇頂面的事，基督佇遐坐佇上帝的大屏，着得意頂面的事，毋通得意地上的事。因為恁捌死，也恁的活命甲基督三角囥佇上帝。基督是咱的活命，到伊顯明的時，恁也要三角顯明佇陽光的中央。第5節，所以恁着拍死恁佇地裡的肉體，就是奸淫、污秽、邪的心情、歹的私欲，甲貪心，就是拜偶像。因为对伫遮的事，上帝会受气临到悖逆的人，恁活伫因中间的时，也捌行伫遮下。若是即粒，恁也着拄起遮的一切的事，就是怨恨、生气、恶毒、诽谤，甲喙内见笑的话，无伫讲白插3片。因为恁已经脱去旧的人，甲伊的行罪。第10節，有清新的人，就是日日换新到得到财物，照创造伊的像
其中无有分别希利尼、犹太、甲礼个、无甲礼个、化外的人、西古提人、做奴仆的、自由的，独独基督是万有，搁伫万有中。恁既然互上帝所敬，是圣也得着听的，着用怜悯的心、甲仁慈、谦卑、温柔、吞忍来称。设使日笔有涉嫌，就着三宽容、三赦免，亲像主捌赦免恁，恁也着安尼。伫这下的顶面，着穿仁爱，就是完全的结连。第15节，着互基督的和平伫恁心内做主，恁受着成做一体，也是为着即个，搁着感谢。而了，咱要请福禄献歌队。哦，我们先显示。好，歹势，头我袂记庆祝，咱请10月份的寿星啊，咱中间有10月份的寿星无？请你起立，你10月份生日的，哦，真好，真济，哦，咱唱生日快乐歌。咱拍炮啊，甲因恭贺，咱三个来祈祷。是阮听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伫阮的中间，阮有10月份的寿星因遮庆生。祝愿上帝你的神，祝你的祝福，喜乐的生命，喜乐的心情，勇气健康的身体，享受伫因的身躯顶，互因日日快乐，日日享受主的恩典。愿将这寿星交托伫主，愿上帝你受恩祝福伫因中间，祈祷奉耶稣名求，阿门。咱拍炮啊，甲恭喜！
感谢葫芦县歌队的献诗，这是咱的讲道本会的王牧师所要讲的是活出主的形象。咱们兄弟大平安。咱拢每一个人真注意家己形象吼，要出门之前，拢会照一下镜，头毛洗了有好势无？衫穿了有整齐无？有好看无？吼！你像阮牧师馆吼，细细个厝有两片落地的迄个镜吼，设计阮兜啊，两片啦吼，一片伫房间，一片伫迄个我的浴室外口一出来的一个落地镜。设计师问我讲牧师，你较22平大的厝体尔，好啊，较要爱用到两片的迄个落地镜啊。我这你毋知，阮牧师人吼出去清茶吼，嘛爱小下，袂使伤过凊彩，拢爱小看一个看会使袂。所以真要紧的是形象。当然，这是个人的习惯。总是伫整个的团体中间，咱究竟互社会形象是啥物？每一个大型的公司，伊拢真注重外在的形象，甚至因开钱请公关公司，甲因公司举办一个公益的活动。这公益活动是要帮助因公司，互人大众对这公司的印象有加分的效果，互大家有好印象。这就是大型公司因注意的公司形象的起造。譬如讲，咱订坐飞机有华航的公司华航公司伫几年前，就甲宝可梦这个公司共同举办什么飞翔皮卡丘计划。就是伫迄飞机顶悬画迄足古锥的皮卡丘的卡通的图案，毋要紧呢，因公司佮准备一笔钱，甲迄家福基金会的这单位举办这弱势家庭的帮助，因嘛帮助这偏远的囡仔教育的支持。这遮济工课，无非就一个目的尔，互社会大众对这个华航的公司的印象好，印象好，就要坐飞机要出国我咧过来经飞飞机公司，我到底要经对经，想讲对，这个华航的真有疼心，拢帮助这弱势，拢会顾这囡仔，这个公司袂歹，无咱坐这间，所以。这就是人对华航这个公司的认同，这就是伊要做外在形象包装的一个目的。另外，同款的，教会要互社会大众有啥物款的印象？对于咱来看信仰顶悬传福音的帮助以外，咱怎样透过咱每一个基督徒的信仰的生命，活出主耶稣吩咐咱的生命见证，所以真要紧的，咱每一个人拢是有上的一份子。咱每一个人行出去，咱每一个人的讲话斗阵，拢是咧见证耶稣基督。阿门。所以你甲人的斗阵，安怎斗阵，安怎讲话，拢是咧见证耶稣基督。总是人上歹处理，敢毋是？人会拄着情绪的问题。讲话无拄好的时阵，也是安怎样做代志的决定安怎样，拢会拄着无拄好的时阵，互人欢喜，也是互人无爽快，拢会啦。你喙唇甲喙齿敢会夹着？会啊，会夹着袂？会啦。你家己的喙齿甲喙唇就夹会着啊！何况人甲人，拢活伫无共款的环境，无共款的教育，当然人甲人的迄个沟通。不只要紧，总是迄沟通有阵无拄好的时阵，会互误解，误解会产生什么冲突、无欢喜。所以，另外伊这个人的中间的冲突中间，究竟咱爱用啥物款的
态度、什么款的做法，来互彼此的关系和睦起来。这是咱今日要学的功课。今日的圣经中间，歌罗西书第3章第1节咧讲，所以恁捌甲基督同个活，就着求顶面的事，基督伫遐坐伫上帝大边。所以，以圣经内底咱看讲，所以恁若捌甲基督同个活，注意啊！你看保罗讲，恁捌，恁若捌，啊代表什么？代表哥西教会的人，因都要甲耶稣基督同个活啦。信啊信啊，但是迄个跟我的生命伫因的中间无互显现出来，无互人真做见证。所以，使徒保罗你甲因讲，恁咧过生活，恁会惊着，亲像迄甲无信的人共款啊。因为因所追求的，毋是天顶的事啊，拢追求什么？地面的事啊，地面的事啥？我甲你好毋好？我甲你起码是好毋好？关系好毋好？拢咧讲这地面的事，拢无咧追求讲伫天里的事。什么叫天里的事？上帝的家事。所以，使徒保罗伊甲教会的信徒讲。你虽然信主啊，洗礼啊，真做接受伊，真做生命的主啊，不过，伫恁的生命、伫恁的行道中间，无显出一个新造的人共款。使徒保罗伊嘛安尼讲，洗礼只不过是一个外表的记号，基督徒必须要甲基督同死啊，嘛。照着基督的个活，甲耶稣基督同个活，也意思讲，过去旧的生命，咱必须要甲罪、甲死亡同死啊！咱嘛长期通过咱对上帝个活的信仰中间，咱活起来。所以保罗先生伊讲得真好，伊讲洗礼真正意思是啥物？洗礼真正意思是生命的改变。然后这生命的改变是你洗礼真要紧一个见证。所以保罗先生伊咧讲，毋通想那地面的事，嘛想天顶的事啊。就是你的生命爱重新甲主耶稣同死同个活。使徒保罗毋但写配合。哥罗西教会讲，恁爱安尼做，伊上时嘛写配互哥林多教会，伊哥林多教会批信中间，伊安尼讲，伊哥林多后书第5章17节，咱做来念，预备来。所以人若踮伫基督，就是做新创造的，旧的代志已经过去，大拢变成做新的。所以使徒保罗伊互哥林多教会批，嘛是咧强调。旧的代志拢已过去啊，大拢变成什么？新的，就是真做一个新创造的人，新的生命、新的做法、新的观念。阿门。唔难呢？保罗嘛写配合加拉太教会，伊喺加拉太教会的批信中间，伊嘛勉励信徒安尼讲，伊加拉太书第6章第15节，预备咱来读，因为无受割礼。拢不要紧，要紧的是做新创造的人。所以使徒保罗伊这加拉太书的批信中间，伊佫讲着什么？受割礼甲无受割礼，拢无要紧啦。哎，代表啥？迄当时加拉太教会，你争论什么？你有行割礼啊？啊，我无行割礼啊！啊，你行割礼有较好吗？啊，我无行割礼，我就较歹吗？保罗先生伊写配合加拉太教会讲。这拢无要紧，外在有行割礼无行割礼，拢毋是要紧的代志。要紧什么？爱叫做新创造的人。伊讲割礼只不过是甲上帝立约一个仪式，就像咱洗礼共款。保罗先生伊加拉太书，伊讲到真个要紧的，伊强调军队基督的人，
拢必须要成做新造的人。接线，使徒保罗伊嘛写批予以弗所教会的批信来讲，以以弗所书第4章23节到24节，咱做来念预备来。个人心神换新，从迄个新的人，就是照上帝用真理的义甲性来创造的。所以，使徒保罗以这以弗所书的批信中间，伊搁进一摆来强调什么？心神换新呐！对心内的思想改变，改变开咱是对上帝的真理甲性格来。所以，唔通对着人的传统习惯，伊对人的传统的习惯、人的思想，迄毋是上帝的心意。真正是上帝的心意是啥物？是对真理遐来，上帝的话遐来。所以，当你听起上帝的话了，你互你的心来受改变，对心改变。所以，另仔一个人的生命，伊若无对心改变，伊只外在迄个追求、迄个感受，是无到真做新造的人。所以，咱顶个参加特会啊，圣神充满，好毋好？好，无个真要紧的。你有感受着上帝迄个圣神的稳定伫你的顶面，圣神的规律，你有感受着迄个信仰的体验，就是毋通停留在安尼，对吧？通过真理的领受，互你行出来。所以人讲一句话啊，遐灵魂派的牧师祈祷倒的真好，真好，真好。那爬起来依然故我，伊拢无改变，生命一点仔无改变。笑讲倒涂骹较冷毋通倒，倒门床顶较舒服。虽然这是一个风气，就是嘛是对遐灵魂派遐信徒讲，圣神充满好，就是带出结果，就是你要结出好的果子。所以另外咱知影，为什么使徒保罗伊讲你所对，毋是对人的传统，对着上帝的真理。对心来改变，怎样？保罗先生伊会讲着人的传统，因为当时的哥罗西教会内底真流行什么？当时的禁欲主义啊！什么叫禁欲主义？禁欲主义有两个观念。第一个观念是啥物？第一个观念，因认为肉体是邪恶的，就是若是伫这方面的讲究，会帮助社会规律伫身躯顶的中台。第二个，因既然认为肉体是邪恶的，应该用虐待妖的方式来对待肉体，安尼较会当消灭迄个邪恶，减少生命艰苦。这是这个禁欲主义的主张啊。这个禁欲主义会了讲到什么？咱会讲到后壁。禁食祈祷，讲到禁食祈祷，所以咱就知影，迄当时的真流的禁欲主义，就是真流行什么禁食的灵修的方式，用禁食成做一个当时灵修的方式，成做一个教会风气，种是了解，有人。也禁食会看作人命会得到真有规律、真有成就来禁食，总是因忽略掉。迄个禁欲主义，伊的人，因的主张是讲将身体看作一个邪恶身体，所以伊用禁食来遏制迄个邪恶的规律伫家己身躯顶，用虐待还是妖恶来对待家己的肉体，这甲禁食祈祷完全无共款的解说，所以咱知影，咱若对信仰圣经内底讲到禁食这个议题呢，咱就知影，伊信仰中间咧讲到禁食，什么启示？咱讲惊洗约翰，伊是无食无啉，咱就是耶稣基督，伊食也啉，
啊，这两种有啥物差别呢？耶稣基督伊讲了真清楚，讲一个真正捌上帝的人，伊应该知影做啥物上容易彰显上帝的疼，这才是重点。所以了解，禁食是你甲上帝关系，甲遐个禁欲主义讲啊，身体是邪恶的，咱用无食用敌代来抑制迄邪，这是无共款的做法，无共款的出发点。所以了解，因那信仰中间，迄当时的法利赛人甲经学师嘛，往往伫信仰中间做真侪外表的行为，做互人看，互人感觉伊足敬虔，伊爱伫示路口大声祈祷，伊爱人甲伊请安，伊做这个外在的行动来互人肯定伊的信仰敬虔。总是这宗教领袖真忽略是啥物？真忽略的内心生命实在意念。所以了解，咱就知影，迄当时哥罗西教会的禁欲主义，因无看见真正信仰内涵。伊若知影讲信仰的内涵，禁食祈祷是通过肉体的禁食摇饵中间，互家己的信仰，互家己开过一时间祈祷亲近上帝，互家己安静家己领受上帝圣神的启示，这是禁食祈祷的一个真要紧的一个观点。甲迄个禁欲主义，因的观点是完全无共款。所以了解，咱看到，咱的肉体是上帝创造的奇妙，伊毋是邪恶的，伊毋是通过你无食、无啉、枵、饿、喙焦来抑制家己身体的消，毋是。所以耶稣基督给你教因教导，无论咱食啥物，袂因为咱食啥物，互咱内心清气来误会。真正会影响咱心灵的是人的心内啊。所以咱头仔讲到，人的生命对上帝领受真理了，安怎爱对心来发出迄个改变。使徒保罗伊甲教会信徒讲，主耶稣已经坐伫上帝正边，代表伊已经完成救赎的使命。伊坐伫上帝正边，有尊贵、有官柄、有圣洁、有荣耀所在。伊坐伫上帝正边，甲天父上帝三个交通。耶稣基督坐伫天父上帝正边，伊也时刻用讲袂出的吐气来为咱祈祷。所以咱做一个基督徒，追求的目标是啥物？爱追求顶悬的事，就是什么叫顶悬的事？就是你爱较济开时间亲近上帝，互家己的生命愈来愈圣洁，互无属上帝迄个思想行为来改变。咱爱追求上帝的信仰，咱有属灵的观念，咱有基督的生活，这叫做顶悬的事。所以使徒保罗伊进一步来毋望哥罗西教会信徒啊，你得爱注意顶悬的事啊。所以以哥罗西书第3章第2节到第3节，咱做来念，预备来。着注意顶面的事，毋通注意地上的事，因为你毋捌死，也捌我甲基督三个靠上帝。所以另外咱看到，使徒保罗伊清楚地讲，你毋通注意地上的事，因为你毋捌死。也恁的活命甲基督三角放伫上帝，所以保罗伊这经文中间，伊是讲啥物？伊是用进行式啊，现在进行式，现在进行式，代表啥？你的思想，你不断地表出你的思想来，所以咱的思想充满伫咱的心思意念内底。这个常常咧想的，就是你看做要紧的，比如讲。我常常想讲吼，阮兜的股票吼，毋知今日会起也落，迄就是你常常注意你的事。比如讲，你要去一个国外的旅游，自助旅游，你国外自助旅游，你就想讲，今日我要去日本，今日我要去韩国，我要坐对个班机上宿，
我要带对一个饭店上舒适，我要去对一个景点上水，我要食饭食对一个餐厅的饭上好食，你会安那？一直第一，对不对？你对你出发进前开始规划，开始上网订机票、订饭店、订啥？你就第一啊！迄就是你定定第一事。所以你读到晚，拢会去思考你的心思意念。所以使徒保罗咧甲恁讲，咱爱第一顶面的事。所以了解，迄当时的教会真侪人咧注重禁欲主义，重视迄个宗教的规矩。就是使徒保罗讲，这拢是人的规矩啦。你唔通去看人的规矩赢过上帝，你要看上帝的话，你要常常互上帝的话充满你的心。你若看人的规矩赢过上帝，安尼你就是犯罪。所以，各位兄弟姊妹，咱就知，使徒保罗一直讲着第一顶面的事，唔通第一地上的事。所以了解，保罗讲的是上要紧的，你爱。甲耶稣基督同个活，阿门。所以你要有甲耶稣基督同个活，就是讲你要活出耶稣基督疼人的心、赦免人的心、原谅人的态度。所以了解，保罗讲，你若卡出你第一个地面上，你甲无信的有啥物差别呢？所以基督徒伊甲主的关系是安那？就是伫伊软正的时，伫伊受试探的时阵，上帝伊的心内，圣神会提醒伊，甚至圣神会收拾伊溃烂，互伊抵挡软正，互伊赢过软正较试探。阿门。所以有真侪时阵试探软正来的时阵，一个对上帝捌上帝的人，伊怎样我靠上帝来赢过迄个试探？咱拢会受试探。真无偌久时阵，我接了一通电话，迄通电话讲了，迄天半暝3点才困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互你要气到半暝3点才困？真少时阵会互我气到半暝3点才困，但迄天迄通电话，互我气到3点。拢困袂去，总是伫咧困袂去的时阵，我起来祈祷，我讲上帝啊，若假使这个事是出于人，那是对我是一个试探，互我受气赢过上帝，上帝真理，我起来。读圣经，安静一段时间，到3点外，倒的时阵，我做一个梦。迄个梦，一个声甲我讲：“我听你，我听你。”迄个梦中间，互我真舒服，互我敢对迄受气中间，伊脱出迄个我的受气的情绪，伊迄梦中。互我得到安慰，互我知上帝知影我的委屈啊。所以了解，咱拢会拄到试探，这试探有可能对环境来，嘛有可能对人来。所以当咱甲主有好的关系时，主会成做咱的帮衬，成做咱的快乐。阿门。所以甲你隔壁讲，咱来赢过试探，我靠上帝。所以咱若爱牧师莫互牧师定来起到半暝3点才困，安尼袂长寿会短命。当然毋是讲咱会友啦所以以约翰一书第5章第12节，咱来看，咱做伙来念，预备来。佮迄个甘蔗是即个，就是上帝将永远互咱，也即个我在伫伊的囝。所以，咱就知影，上帝不但是咱生命的源头，伊嘛是收束咱生命的主。伊家己
就是咱的性命。所以使徒保罗伊讲，无论论到我就是基督，死就是利益。所以基督是咱的性命。咱若有基督的性命，咱的我是为了基督，咱的死嘛对人有利益，应光上帝。所以基督是咱的性命，咱就要活出有基督的性命。所以了解，使徒保罗讲，今日只要基督徒有可能互世间的人轻视，有互世间的人迫害，就是将来有一天要分享主的荣耀，荣耀要甲主三角显现。伫伊的荣耀内底，咱有份，所以咱爱亲像耶稣基督的性命。所以了解，咱知影，咱爱活出亲像耶稣基督的性命，咱啊有份伫耶稣的荣耀内底。啊，要咱有份伫耶稣基督的荣耀内底，就是你要亲近主。甲你隔壁来讲，咱但亲近主。所以了解，咱咱爱常常亲近主。信主洗礼，毋是你得天国的门票，是你甲上帝起做迄个关的起点。阿门。所以，当咱仰望咱伫耶稣基督的荣耀中间的时候，咱大心爱对付的什么人？就是家己啊！家己是上歹对付的。那你家己会当克服，什么代志拢克服。阿门。人讲一句话，最大的敌人就是谁？自己。咱拢知影，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。所以，咱若知，咱来对付咱旧的生命。所以，咱头讲到，伊高西当时的地区有这异端的教师，叫人就要禁欲啊，禁欲主义啊，因为身体是消的，通过这禁欲，互人赢过肉体情欲。但使徒保罗伊安尼教，毋是安尼教。使徒保罗讲，所以你着拍死伫恁地面的肉体。就是奸淫、污秽、邪的心情、歹的私欲以及贪心，因为这个事，上帝是为临到伫背逆的人。所以，使徒保罗伊讲啊，你面对这肉体迄个邪恶，毋是用禁欲，毋是用妖恶，毋是用互伊吹打来压制肉体的邪恶，乃是爱倚靠上帝圣神。所以，咱就知影保罗讲的信仰必须要落实伫生活内底。伊首先讲的什么？淫乱误会，这个淫乱误会拢是甲性有关系，就是婚姻以外的性的行为，比如外遇啦、小三啊、小王啊，哦，这个婚姻外面的性的行为。所以保罗你特别提出啊，信徒恁若知影信基督的人，必须要细腻谨慎，唔通互这代志发生。所以咱知影，保罗是这伊讲了，咱的身体是啥物？咱的身体是上帝的殿，你唔通互你的上帝的殿吼，咱的身躯拍垃圾的，啊谨慎啊，吼。所以哥林多前书第6章18节到20节，咱来读预备。请，着相片行淫，人所犯的逐项的罪。拢是身躯外的，若是行奸淫的，是犯罪到家己的身躯，也是恁唔知恁的身躯就是上帝的殿，圣神也踮伫恁，就是恁对上帝所有的，个恁唔是家己，是用价钱买，所以着恁的身躯应该，所以使徒保罗讲到，咱的身躯是上帝的殿。所以唔通拍垃圾咱家己，咱的身体、咱的性命、咱的灵魂，是耶稣基督用真重的价钱来救赎回来。所以咱是一个真，互耶稣基督看重，用伊的生命赎回来。咱较贪用咱的情欲来拍垃圾咱的身体，拍垃圾咱伫人面前的见证。使徒保罗讲唔通，恁都要用恁的身躯安怎荣光上帝。所以了解，这个行奸淫，除了是夫妻之冤，保罗先生嘛讲到，以色列百姓甲上帝之间亲像翁仔某同款。
伊说白是因无忠实伫上帝的教示中间，因对着迄别个神明伊崇拜又有关系。使徒保罗讲，因就是惊信仰的奸淫，无忠实。所以了解，咱也知影，迄个忠实，毋是人甲人之间的婚姻的关系尔。若讲较进一步是，你甲上帝的关系有忠实无？你有忠实伫上帝教示的面，吼。所以而且咱看到，保罗先生佢讲到第三个问题就是贪婪。贪婪伫希腊文意思就是要搁较济啊，用无止境的贪欲，啊，永远未满足的贪欲，啊，用即类贪婪放伫金钱顶悬，讲这人贪财。啊，若这贪放伫官位顶悬，叫贪官污吏。啊，若这贪放伫人的心，叫做什么？哈，贪心啊，对啊。就是这个贪的概念、贪的行为，毋是上帝教示的。上帝爱人学习满足，所以民数记第10章咧记载，上帝对天讲安那，甲伊讲安那，恁着扣恁9个的份，对不对？啊，伫迄安息日前，恁来扣哪2天的份，扣起来，对不对？啊，照着恁兜人口扣恁有9个。了解，上帝要通过这要教示咱，咱就要学习满足咱家己，知足家己，毋是用贪嘛。所以贪是遐外邦的神明用这个人的思想来对伊有所求，有所求。迄是外邦的神明伊的教示的精神，就是贪，用人的心来成做一个引诱。就是上帝，毋是上帝教示爱咱知足满足，所以咱看到，使徒保罗教示咱啊治死这奸淫污秽邪的心情、歹的私欲以及贪心，就是这是拢是讲到人甲人之间迄个情感情的忠实，就是接续使徒保罗咧讲啥？讲到恁甲人中间斗阵。有受气、怨恨、恶毒、诽谤，以及嘴来讲见笑的事。使徒保罗佮正式来讲到啊，人甲人之间就是有即个情绪的问题啊。这情绪的问题带出血气，所以有一个团体若讲，哦，你妇女4、5段，唱歌，唱歌也袂济，迄就是啊，批判血气。啊，我毋是讲你啦吼，恁唱得真好。就是有人会掠家己做义，会批判别人。譬如讲，有人伫交通顶悬明明红灯，有人拢红灯，啊，有人停红灯了诶，袂好停，就爱吐喙，伊才会甘愿。就是有一个故事，有一个新闻讲，有一个开跑车的少年人伊停车停伊地，停伊个人个行路的斑马线顶悬。啊，有一个少年人，伊绿灯，伊要行过，啊，要行过时阵，发现一台跑车停伊个斑马线顶悬，伊行袂过啊。啊，一般正常人拢安那会驶过，对不对？你毋知影新闻中诶报道讲，即个少年人伊要行袂过啊！伊毋是驶过，伊安怎行？你毋知？伊会打眼镜甲打过，对眼镜打去，啊打迄个挡风玻璃，啊打去车顶，啊跳落来，啊伊打过拢破去，你毋知？毋是板紧凹伊的玻璃破去。你知影一个人的重量也毋是轻，打去哇！你车主看者叫气死。啊，你讲迄个少年对毋对？你感觉对毋对？你感觉对毋对？对，但伤过头。啊，你感觉这把车停伫迄个斑马线顶悬，迄个人对毋对？毋对，伊毋对，对毋对？但迄少年人，伊咧彰显伊行路的人的权利啊！你挡着我，你迄车挡着我的要过路，我当然无客气啊，对车顶甲打过啊，板金凹伊，玻璃破去。
所以，这个人讲啥？一个团体、一个社会中间，若有人做七甲差唔对，当然你有权利受气无唔对，就是你的权利受气，佮赢过你应当做的，你会当说过啊，谁叫你甲打过，对不对？就是哦，这个车主就甲这个少年去法院甲告，告伊啥物？毁损罪。想要到法院既然判这个少年的免赔，免赔啊，免赔这个车主的损失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车主你本身就唔对在先啊，你还怪人甲你打过咧，当然伊无应该要做。所以了解咱知影，虽然弄红灯虽然唔对，但有时阵咱看到为人弄红灯有一高不离三种的理由，譬如讲啊，某要生啊，喂，这时阵你搁要停红灯无啊？你也知你某要生啊，要起病啊，红灯停的，一停30秒、60秒，你要停无？你要停无？都无停啊，紧送病院啊，对不对？囡仔无囝是要紧啊，啊，人外在唔知恁内底发生啥，甲看讲一台车驶过弄红灯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有人讲弄红灯，啊是安那弄红灯？无啦，我偷出来阵，你亚速台咧煮物件，袂去甲关火就撞出来啊！物件要买，佮半中途想讲，我的火无关啊，紧的啊，无紧关会火烧厝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时阵弄红灯，你也知伊的理由，伊要停60秒，等迄个厝去烧伊啊，较慢慢倒来关嘛，会付袂？袂付啊！所以了解。咱看一个事件，咱千千万万唔通看外表。虽然人做了一个代志唔对，就是咱一个基督徒，咱要更加用宽容的心、怜悯的心去宽容人、包容人的失错。阿门。所以了解，所以保罗是这，伊要求讲，既然你是信基督的人，你就要对你的生命来改变，把迄歹习惯来改起来。所以，人若愿意以生命改变的态度，第一，什么态度？第一是温柔的态度；第二，诚实的态度。咱若有温柔的心，咱对别人的失错，咱袂去压安尼，坐坐你死我活，咱有一个温柔包容的心，这个团体就和谐。所以，耶稣基督。伫第三部分来讲，伫马太福音书第5章第5节，咱做来念预备来。温柔的人有福气，伊要承接土地。所以使徒保罗讲，温柔的人就是讲一个态度。伊讲毋是讲袂使受气啊，更加毋是讲凊彩受气。啊，并毋是讲啊，你无受气，就是代表你无原则。有影，咱对信仰的中间，个人价值。咱对公义也有原则的持守，对就对，唔对就唔对。咱袂当歹的势力来涂鸦，无唔对。总是保罗先生嘛，望咱迄个受气唔通影响咱对人的宽恕，对人怜悯的心。所以保罗捌讲，恁受气唔通犯罪，有急受气唔通到地狱。也唔通互魔鬼有旁通入，所以了解，若假使咱受气，失去迄个宽容的心，安尼咱就互魔鬼安那有看旁啊！你会使受气，又唔对，你受气是你的正义是非的坚持，无唔对。种你受气中间唔通失落什么对人的宽容，对人的怜悯，阿门。所以人讲一句话啊。受气会互你的智商降啊剩5岁，为什么？你受气起来，什么理性、什么想法，拢嘛无伊啊！胡乱讲话啊，吼，胡乱做判断，拢你受气会互你智商降啊剩5岁。所以，这就互咱知影，咱受气，互咱无法度用听来赦免对方、接纳对方。安尼，这个受气，这个公义，就会失去。团体合一，这就是互魔鬼有计谋、有机会。这个嘛，毋是上帝所欢喜的事。
所以了这牧师要讲，当时哥罗西这个城市是真侪文化、真侪种族、真侪宗教。像是使徒保罗伊讲，伊讲其中无分希尼人、希尼、犹太、各地无各地、化外人、西体、西高体人、做罗卜的、自由的，独独基督是万有的，搁伫恁万有中。所以使徒保罗要甲因讲啥物？要甲因讲，伫基督内底，无论你啥物身份，无论你是有家底无家底，无论你是做奴隶，还是你是受希腊文化的人，无要紧，伫基督内底，拢爱拍破即个隔离。基督内底无分贵贱，无分好野善，伫基督内底成做一家人。阿门。所以，然后这真要紧呢。对当时的人讲，嘿，你奴才是我用钱买来的，叫你往东，你搞唔敢往西；叫你往西，你唔敢往东。我主人是安那？是你管你生死的人诶，我有绝对权利。保罗讲啊，唔是哦。无论你做奴仆的、自由的，独独伫基督是万有的，搁伫万有中。所以保罗伊讲啊，伫基督内底，咱拢成做一家人。所以使徒保罗讲，既然咱伫信中间领受救恩，咱应该活出基督的款式。所以基督的生命款式有几项特质？第一项，永诚、怜悯、慈悲的心怀，这是人的内心应该有意念。对于人的生命苦难，咱也有同情心，唔通迄个幸灾乐祸的心态。第二，对人也有宽阔的心胸。一个信耶稣的人，用主称作伊生命的主，伊第一个发现，伊是一个罪人，是因为耶稣基督疼的赦免，所以对别人的失错，袂去讲追究指责，乃是用宽容、用鼓励，互人对方的机会来正做帮赞。所以，这今日哥罗西书接续来讲的这两节的重点，你头前袂记了了，袂要紧，无这两节你一定要记。咱来看哥罗西书第3章14节到15节。我无拍起来吼，咱来看，咱来听。伫遮的顶面，着请忍耐，就是完全的结连，着互基督的和平伫恁的心内做主。你受着成做一体，也是为着这个着感谢。所以使徒保罗爱哥罗西教会信徒知影，恁爱学习这个信仰功课，什么功课？就是听，因为上帝拣选咱成做伊的囝儿出嚟听，所以咱要学习耶稣基督天父上帝迄个怜悯、宽恕、谦卑、饶恕的心。阿门。用听做开始，用听成做动力。耶稣基督就是用听洗礼世界灵魂，若无用听做基础，人可能会骄傲。所以人一定要去体验着一个，你若是一个定心。顶头生的基督徒，你一定要体验这样代志。我某米人，不是我教，乃是耶稣基督怜悯我，为我定世界。我是一个罪人，我何等何能会当得到救恩？既然上这么听话，无计较我的歹啊，我较有什么资格去计较人的歹？阿门。所以了解，若无用听做基础，人往往会骄傲。因为会展现家己的亏力，拢常用家己的标准看。我信我对，我拢足准时啊！我足是咧坐车，恁遮的会友姗来迟，恁遮不敬虔。你若定定用家己来看别人，你往往安那别人是无好的。往往别人伫你目睭前拢无及格，对不对？这就是骄傲，骄傲就是家己做中心嘛。所以咱爱用耶稣基督的听做基础，你会发觉人是无完美的。所以
咱家己千万唔通来记住，唔通用家己做中心，要用耶稣基督救恩做中心。互咱用基督来比数三款态，互每一个属基督的团体的人，拢活出基督的形象。阿们。接下来牧师要介绍一个人，这个人是外国人，伊南非这个人捌无？曼德拉。曼德拉总统，伊因为南非来实行革命这个工作，结果伊互当时的白人执政者关年加到几档？关年加到27档。因为当伊互放出来了后，伊开始推动民主的和解，就是化解南非的白人甲黑人之间的关系。曼德拉因为革命运动坐27档的加入，所以等于1994年做总统了后，伊无开始清算。哇！你这白人，当时啊，甲我关27档，关啥物？伊无计较过去的白人安怎对待伊，甚至呢，伊无清算当时为了大选甲谴责的这3500个警察。伊甚至无对待曾经捌批评伊的国防部长。所以曼德拉伊讲一句话，伊讲勇敢的人无需要为了和平来宽容人。所以了解，这是真水的见证。那你用关27档，不是27天哦，是27档哦。一个囡仔出世到27岁拢成年啊，对不对？伊伫加较坐27档呢。照你讲，有十足理由来对付这曾经捌甲欺负的这白人呢？伊有十足理由来兴起黑人来甲白人赶出南非呢？对不对？就是伊无安尼做。为什么曼德拉有这么大迄个包容的心？伊讲：我承认我是一个基督徒，我一直用基督的理念。甲信仰做我的基础，所以用安尼来展现我的思想。所以咱看到曼德拉，伊愿意赦免批评的人，伊的心性就是活出主形象见证。所以了解，咱有上教会，咱基督徒伫这教会伫这地方起坐，咱究竟要互人看见啥物？就是看见伫你教会内底兄弟每一个人，虽然咱有想讲话做代志，咱会着答，会无欢喜，袂爽快，无安怎不要紧。相信咱伫迄个公义的坚持中间，咱啊活出对人的宽容的心，互人看见咱的教会有耶稣基督的形象甲见证，活出听的见证。阿们。所以。信主不是你形成排一世界叫做信主，那是对心来挖出来。所以千万唔通讲啊，这个人若来我就唔来，啊伊若出现我就离开。这叫做分裂，叫做无合意。这就是互魔鬼有计谋、有勘碰的机会，安尼无法度见证主。唔通咱的信仰，咱这团队中间。虽然咱有时间，咱有时阵，咱的喙唇甲喙齿拢会相加，共款人甲人拢会安尼无拄好。总是要安怎用信仰加在咱的帮助，是咱这世人咱的活出来见证。咱三个阿头祈祷，是阮听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伫信仰中间，阮看见阮是一个罪人，阮是蒙上帝怜悯的面得到救恩。主当人甲人之间有调达，有不好势时，主啊，恳求你圣神的提醒，恳求你圣神手术的开力，互阮真正对心内挖靠上帝，对真理的中间挖靠主，愿人活出对人宽容、赦免的心，互阮会当正做彼此包容，会当用安尼来见证主。恳求你祝福阮有上教会，阮对头到尾，对大到细，
让咱坚守上帝的价值，安尼来见证主，活出主的形象、主的见证。为主名前来同心祈祷，奉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回应诗548首，请咱起立吟全首。这是咱为着咱领受的话语，咱同心来祈祷，恳求上帝，互咱对上帝领受，毋但是知识的领受，咱来对心内恳求圣神，互咱开力，活出上帝爱咱活出的宽容的心、包容赦免人的心。第二，咱来为着咱10月开始，咱的幸福小组要开始要做传报道的时间，咱这是一个甲属灵征战，咱的确爱全教会人同心一致，无分你我，来为着这个福长、这个同工来祈祷。最后咱也为着咱的地下室的工程的时间来祈祷，恳求上帝保守，互一切工程的顺序，一切事做，拢要帮助咱未来有更较好的环境来为上帝做工。咱来举起双手，咱大声喊三声主。咱来祈祷，主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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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阮恳求你是阮来帮助阮，我来教会以主你名前，主啊，阮领受主你的救恩，恳求你帮助阮，互阮对上帝你的话语中间领受主话语的启示甲优势。主，阮是一个有罪的人，阮常用家己做标准来看别人，看别人拢袂顺眼，看别人拢无合格。主啊，这是阮的骄傲，阮向你认罪祈祷。恳求你赦免阮的罪，恳求你受圣神来施落你的救恩、你的快乐、你的帮助，互阮会当活出对人的赦免、对人宽容的心，互阮活出上帝你的宽恕。主，你的祝福阮的幸福小组、阮的福长、阮的三个同工、阮的报道的时间伫10月份要展开。愿主你帮助每一个团队，伫主面前同心做工，为着这得到无信的人灵魂，为着是要见证耶稣基督。主你啊，你帮助阮，看顾阮，互阮的教会的地下室时间，会当以主的广告下面来领受主你的祝福带领，互阮的时间的每一个工程拢顺遂安全。伫未来，阮有更较好的环境来为上帝你做工，推行主你的圣工，来为着无信的人灵魂来奉献阮心本身来传福音。为了主你名来做更较侪见证，愿主你是阮带领，是阮听阮上帝，愿将阮今日领受的信心来仰望你，恳求你帮助阮，互阮时刻来提醒阮家己，阮是啥？阮是一个有罪的人，
我是个蒙主救恩的人，愿何天何灵会当用阮的标准去支持人。主恳求你圣神收拾阮开力，互阮有包容人的心、赦免人的心来赦免人，互阮的圣工以主你的带领下面，特别阮幸福小组的启动，主你帮助阮每一个团队会当同心一致，为了传福音，为了拯救灵魂来奉献阮心。愿主你祝福阮，互阮的地下室的时间，以主你管顾面会当安全来进度来行，互阮的未来有好的环境，有好的所在，为上帝你做各个工，为了是要应光主你名。阮将阮的地下室的这个时间一切拢仰望交托，愿主你圣神来带领。我来主面前同心祈祷，奉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请坐，奉献，咱请即事受奉献。请起立金奉献的时。主啊，万物拢是你想事，阮的恩典拢是对你来。但只是阮众兄姐来到你的面前，献上淡薄，要来成做着教会圣工的路用。愿主感纳，听阮的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祝福车恳。咱同心来领受对上帝遐个祝，愿耶和华赐福你，保护你；愿耶和华互伊面光照你，施恩互你；愿耶和华欢喜面看你，收赐你平安。对这时到永世代无尽，阿门。请坐，避讳列倒。